Juno 音樂作品入邊，我覺得佢有好多 side track 都好聽嘅，即係我諗叫做最深印象咁，一定係無心傷害啦。佢嘅聲音本身已經好獨特，嗰個年代嘅 Cantopop 裏邊，我覺得佢呢種好soulful、好 R&B、好有 movement、好有 groove 嘅風格，我覺得係都好 pioneer 嘅，好 unique 嘅，我覺得佢。而同佢認識咗喺溝通上，我哋好多時候都會用音樂去作唔同情感嘅比喻嘅。無論我哋平時傾偈啦，或者甚至乎喺電影上面合作啦，我覺得佢係一個十分了解，亦都好知道點樣運用佢肢體去說話嘅一個音樂人。雖然唔係音樂上嘅合作，反而係電影上嘅合作。佢都好吻合我當初點解會想揾佢演呢一個角色。例如邊一首歌嗰個節奏好啱呢一場戲，佢嘅演繹，咁我覺得能夠用音樂去溝通，而演員係完全接收到，我諗佢係 the only one 咯，竟然係用音樂去傳譯下到底呢一場戲想點樣拍咁樣，咁所以喺片場嘅工作裏邊，其實都離不開有音樂嘅存在。哇！好多謝 Juno 啦，一路都有原來有 follow 我啲歌，我覺得 Juno 係真係一個藝術家嚟嘅。咁 Juno 嘅第一套戲《殭屍》咧，我已經覺得係一個印象非常深刻嘅電影，因為好認真，有好多好強勁嘅幕後嘅人去支持佢拍呢個戲，所以出咗嚟係一部國際水準嘅戲啦。咁而我同 Juno 合作嘅呢套《風林火山》咧，就唔使講啦，真係巨資，仲有咁多勁人去拍攝。咁而我自己嗰個角色，我又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。我亦都好高興可以同 Juno 合作啦，同佢拍個電影，咁又非常難忘啦。咁唔知有冇機會可以你嚟睇我演唱會咧？咁俾個靚位你坐喺度，我會覺得非常之鼓勵嘅。